你们是沈方，我们沈君卿，我们是种植菠菜，是当行路人。实际上，大部是何当当在上水待过一样，关心事情。这辰光交通发表，为让两台路一台扶水，一台到苏州了，接得来。我忙早点走起，不用投入。吃头鸭尾巴走到中仓里向，在那伤心是千几放心。不晓得哪了那伤心是啊，这还遥遥相对。岸浪向有一个干夫还在那伤心。干夫上你们是一个幸福始终在沈方作业。把那老太太欲望的主仆通奸，要当场你们带出来流落那的子弟上去做干夫。今天嘛，特里来这两个实际上故事，科技故事，一门给那个泥塔样嘛，这还个同人收据人姓沈，你想到是把谁呀？你说我的想当沈君卿戏人，几个上岗历来有法是与人俱会，不晓得。第二次这个新节目一大太干了一大火，那么常常去嘛出眼泪呀。想想三亚是的苦啊，想到俺我样一个人的年头要多富贵，三缸头的还得磨的，谁是讲的不好？嘿，温讲的、浙江的、贵讲的，学人都讲的都两个分哎，你比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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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啪啪。模式上讲的，沈君卿是那上心是分听见，两下的头场里有4个泥塔要分开，这个4高的才是讲得出去。原来7家归正跟沈君卿，啥地方他们里都让他当收据进去，但是沈方大里都讲的，收据呢还喝不香，那还喝不香，这个魔公有点讲了，听得来津津有味。现在听见母讲那么多心，收据进去干不了。兄弟，大哥，听见没有？我听见，我听见他打自己骂自身强盗，有人在骂强盗。对呀、他骂自己我们大家4个人有份。在公宾馆一人一句，什么人在骂？不晓得啊。听起来的，刚刚把你刚收据进去，金富在哪？不，金富在哪？我去看他。好，你去看。现在泥塔要违反了的，差不多的鼓掌要拍沈君卿磨皮，谁要拍我磨皮？有种有他要见我来兄那个之后，我做皇帝不家要见我娘舅的，到手里让几家一起，砰，跳到岸上一口嘛干夫往外面去，又在灯笼里，噔噔噔噔奔过来，精神的真好，但是顺风一下得了。哦，你他呀，这算完了，我连把那个吃了喂，啥子呀？王八蛋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没来开干喂。大金，哎，你大金就大金，你为什么哭还要骂人？哎呀，我哭嘛，我有我的心思。我骂你也不是骂你，我骂强盗呀。哼，你还要骂你王八蛋？我晓得哇。你晓得我们大人摇摇摆摆，永贵回书。你这个王八蛋故意不故意骂你是藐视大人，称赞大人，对大人不利，毁了我们大人请上皇宝殿开那个脑袋。哎，我不骂的，我不骂的哇。不许骂啊！不许哭！不哭。刚才不走来想想塞得肚皮也痛，那这头面我哪不能想出来？南方圣女，这晓得你同人摇摇摆摆用怪我说，那有心哭有心骂，那个是出你同人美女了。你同人已经是个广东，我现在想想我人什么广府讲几个，还是广东想的是个种闲话。你看聪明人来看，这个几乎离过一圈头，个不打板了。我公想我在大路上想讲不同人听那个同人哈哈就要呼吸，实拍也西瓜上一码头一码你还要呼吸。到时候他们拿到为山高的去商量商量，加上你已经看不起山高了，你不广东进来我聪明达到中仓里的沈君卿那上心子，
你亲弟呢？这个蜡烛妹妹妹妹啥嘛，乌刺刺的。你懂这个对吗？你要叫讲，不叫讲，那是基于这时代的讲。喂，大人，后路不厉害的，一口叶子里全是这种怪的。到此后日，回大人啊，回厉害呀！我才忘记他今天啥节日了。那么呢，不能别个那不吃力，在体量比不出，也压力起来。哦，回大人，岸上的金福大胆。哎，所以北京带你看看那个头名有光哪能个多？哎，给他带过一二天门在体量是也开入，去寻找个干夫，真呀大胆！这个王八蛋哭还要骂人，他和他与心是骂人不是骂你。当然，这个王八蛋骂强盗。哦，那时候都不来讲的，是到那个沙拉的嘴里站着。身份的是二贪一两，可以不必周费。这个王八蛋晓得你大人摇摇摆摆荣归回数，他故意可故意嘛，就是藐视你大人，称赞你大人，对大人不利。大人，我看你把这个王八蛋送到衙门里重办，请他吃官司去吧。哼，这是第一天人家吃官司，那个人家再配什么一样，那种事情我不能搞为好。跟你讲了，千字雄法，万不与我翻出去怎么样？把磨皮泡在三位胡子的，弄在这家浪去的，再在滚出去没里不进的，这两步路通的怎么出来的？华公一看目，把外公出来的。大哥，你出来了？不出来到时代里边啊？也是个东神仙哦。你回来，大人怎么说啊？大人说他和他有心事，骂人不是骂你。大人他叫我滚出来的。你来这个，滚出来是指出来。发现这个八公逼之母公儿围要把你，而且把你带来助威。哎呀，大哥啊，我看你不得了。你没有看到我们大人他下了船，每天在哭，倒是没有一个人陪他哭。现在金父在哭，我们大人在听呢。怎么金父喜欢哭，我也喜欢哭，合了我们大人的意了。我哭，听到是相当在。现在你叫金父不要哭，我们大人在听呢。怎么金父不哭了？是哪一个王八蛋叫他不要哭的？一问就是你大哥，卷铺盖滚蛋！你在余地的你像你同人时你只要哭。现在沈君卿或者拿千几高些，你丈夫高些，我里想吃大事体，我们500个人白里哭。那么现在听听干夫不哭么要担负上人家的越国人哦，等我大同人不对嘛，哎呀就不该滚台，也是怕的。那么现在这个金夫哭不哭呢？听听看，听听。哩比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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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方不够哭的，不是要就不该滚台的，他不哭了。哎，该死！我去叫他哭。哎，对，你去叫他哭。与里想的什么例外3人多了。魔公到手里让几家一起砰跳到我让我背里当走过来，到丈夫背里，但是，你他要吃啥？你本来还是还贴的。王八蛋！你连亏带骂我毁了我们大人请上房保家也开那个脑袋。是，他们有人了。后来啊，有人了哈。后来我跟你求了。后来当举在。我说大人你是大人，这个金父是小人。大人不度小人之过，你马马虎虎吧。那么懂你难受呢？懂你难受。现在我们大人听我的说话不杀你了。听你说。我们大人他见无怕的。我听你不干。哎呦，你他要金在营区的呢，反正我的命啊不得。那你放心了，我随便那个不磨在。可是我也就不该做。金花，我们大人不要你哭，我二胎也得要你哭。你是个臭味，我哭了买动女又要弄杀了我。我跟你求啊！他动女跟他们来当我去。他们说啥来的？非手这2辈子，我说我不哭啊，不哭。金花，你哭呢？
我不哭啊！哎呀，你妈呢？你哭呢？我不哭不了啊！哎呀，金花，我没哭你，我没都把你出来。哎呀，你哭呢啊？我随便那不母的。你不哭啊？嗯。哭不哭？哭。哎呀，你哭呢啊？哎呀，我哭了半日了，你听了我那可能眼里还是了哭了。啊，那个中哭你都能听得见的。金花，我不要你这样哭，你要跟刚才一样，你要汪郎的哭。我那样我汪郎哭。哎。那么你他呀，哭是这不过个地糊涂呢。哦。那样我汪郎哭是我背也没多。啊，你背要嘛的？哎。你背要嘛的？哎。那么你嘛吃？我啥？谁也不懂有个。那你他呀，我也没变磨，我也没这个2个时间。哦，你背要嘛尝到的？哎。你背要嘛尝到的？哎。你嘛。你当然没规正我。我讲你嘛。哦，他我讲。那你嘛。顺方对你的这个你他呀统计一定都写过来的。所以我来我讲的嘛，你也对我忠心中。现在没规正我嘛，我落得我。你他呀，我本来不过分我的。没规正我的。我讲你嘛。怎么我的？你嘛。那是顺方自来个白头了我。哎，温家的、石家的、顾家的。我舅舅都讲到都2个分。哎呦，这衣服痛的了，磨工个头巾还没得说，啥到这里，这可讲的都2个分的了那种，你不要听啊！你不要听啊！你哭得想骂得想，明天我请你吃点心啊！不要听啊！磨工最这2步就来在家户口，人家请来吃点心，我必须的啊！该来磨工请来吃点心。你想我在路上关着3个兄弟，今朝1、2天心比较困难，等到天亮嘛，我丈夫8个一头的，说了狗地板里嘛，还是你马上就要开去，你在也唱的，一到吃的手上在3家头说，现在我叫他妈了，哎，好。那么沈方么的，这个沈方女情侣呀，你镜头人固然么一个声音放在低，那2万的。你稍微想的，或者没要吃啥么？一大来拿去。所以在中场里像个沈君卿本来不至于啥个干夫哭了磨了。后来呢，磨工一边没你弄是他心思多开，但要留心听和耳瓜子。一听他分开说：“哩比婆，哎，都明讲的，是耳瓜子，实际的。”这男人只要哭嘛，男人家不应该哭，你不够哭。心我那里该打鼓啊，啥个道理有心在他哭，而且轻轻的声音，有点少，鸡。刘心恩，心听大军神恩，地可有后在马神。请他回来，回去生啊音乐，十百当神不明恩。他的口音，他是手举
谁？经常去押书记。那么呢，书记人在自己上去了，书记不让做生意的别起身，做干部还是你书记不做啊？啥个意思？因啊后须一塞皮林。我想死地里手，只得两三楼。看上去的人呢，确实是此地上去的乡下人，因为我今天想下来，清官才是北方闲话，想到此地江南，听听上去的闲话，已经当然是书记对。狗儿可生人，仿佛相守身。莫不是客里经商，风刀剑，莫不是他凤眸照样温如芬人，单身泪落难为去，手一否口难如大金人。上一年搬到墙的，想着农地伤他的牙娘，流落那吃的啥这么多干。那么上天真的给大家干混，立刻上大欧分铺，现在我今在新安路公司，有心口有心目，让我听听听不进，海岛里受他们的恳求，大力负责。哎，君先生干活啊，内经叫了1、2天来把活走，你只晓得我新安上帝为2字，浙江新安，这把个事情我顾不了。这个闲话要刚刚说，神心巴巴的往外靠。等到天亮，坟墓官员来送我动身，我轻易为官长的此地人，可当自个把那里海里海日负荷，还是可比。这干活啊，作业，那个像没几户辰光，我就天困，就等天亮嘛。沈君卿好个，像是难怪呢，事故是碰到嘛，日不二人就办不到的。而且我估计这个意思不几乎当面，这个轻于柔的机会，真这个是港派的公出本的马意，不这个港派难办出来，干部哪会的看见行为，根本办不到。沈君是不混的。大人手上等，马下让金风，他不离身人。叫啥个沈君卿不困等体谅，要看看干部还是生法不是生法。是个你他要么还不困，等体谅么要看干部，你怎么叫有的困的不困？那么生法呢，也困不困？一样体下来，虚乎莽上，面孔长得虚虚红，两个这么奔得来发自流。这里向三门们摸得来太可而吃，觉得吃米100码噼里啪啦的出来。想着你3样，3日把那个墙的杀他，
不过财会无算的财瓜男儿，京东娘娘发生，现在里自家男人发走来，挂你三样各发起，也凭着你三样嘛，你三样一下摆出去人金龟身毒药，哪么弄出个东西来？滚讲的，你到玩意不发么子？你到渔场，一日不顾么？后面爹不兵做强的，不来中奖的，手指当当干，干滚干。狼头看，这个魔公一听个头名干部当屋子耍个预告，搞把那个头名引发分清金龙狼头看，没得分用数字来说，话是谁也体谅，让他骂。很多被问家的，门在口公我给了。等今样子，沙滩中家的，都讲到谁老为呀替后生。魔公一听啊，马上就自告手了，兄弟，我们救火！大哥，我们现在在船上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让他骂。这么顺方啊，一个人做在皮上事情，心要把了够了。你看干嘛看干了，我你智力也没，数理也看嘛，哎呀，弄错了。家幸福，而用上公事，那么现在是我讲起，你已经开始再去嘛，接着再补2句，接上你一个我的呀，哎呀，我看个3句那会是2句讲，接着你再补个3句上去嘛，哎呀，弄错。你那是马家楼弄老干看，哩比波棒来越去。俺晓得错的，晓得这不错的，错的是体来是自家不晓得。你是看得带啥了那么够气？身法不认真，那年是那边说6干9干不要紧，这个有啥大不了？少年7、8子没啥做压力不分，专门来听呢，你看大胆，500个中人。这世界里压体不能磨得虎心10本背负到抽头的口，听见看6干嘛，这个魔公大气昏，
兄弟，大哥，听见没有？什么？这个王八蛋打6天了。哎，我听见，我一记一记数的。你数的？对。说个2你才清楚。我去看了。好。队长你走出来到手地上睡个2步里，有嘛鬼没气，低杆气，砰，跳过来嘛，一打死。沈方昨日背里来上都忙于在海里外的分庭节。为什么夜里向夜天不困？夜里总要困觉了。夜里不困嘛，喉咙嘛要捂脱开，耳朵嘛要抬歪个，眼睛看出来嘛还要不对开，手里吃么子嘛还要米的抬歪个。分庭节，刚配个到头面水，大概不水那个一步，4个这里像差不了，这个像一样的。你好到那真叫，登上了王八蛋一激光。沈方一夜天不困，连大家放牛。现在吃这个去杀我们人哪里得了？真当啷啷，嘟噜噜，扑噜噜噜，喂！这跟动哪了？我在这对着这个男嘛呢？哎，真人的当啷啷1米龙，嘟噜噜一个棒，扑噜噜一灯笼，喂喂闪光嘛，上跟灯笼嘎嘎的。沈方叮当叮的起了锅里边，你们连大家吃过了个地位了。一夜天不困，连因为不不的没生意不感兴趣了。一看嘛，这也是个泥潭，这这里毛毛人那不要烫了，顶了这么上去。我当时说，原来是二太药，二太药啊，你上次要进我吃耳光，我光气困，吃子耳光当估摸就是，我要二太药了，对吧？你到这儿干什么？哎，我们来看看喂。你打金就打金，你为什么哭还要骂人？哎呀，我跟你说过了呀，我哭嘛，我有我的心事，我骂人也不是骂你。况且3家天我已经不哭不骂了哇，你来关上我哭的呀？你是哭的香，骂的香，明早早上请我吃点心，你看呀，这个还算点心的。这一点没关系，是我说的，要请你吃点心。那么哭是我叫你，哭骂是我叫你骂，这个6金钱谁叫你打的？啊，老干，我为的。我们船上还有人听见呢。我有人听见，可是不想搞了。可么你大爷呢？做心改，做心是开个老干。你为什么要打6金钱？那我总不当心。做事情还不当心啊？你为什么要不当心？那我从路边上碰一碰。你为什么要碰一碰？哎呦，可是不离不死了我，晓得你来身上了，嘴里讲就讲。你大爷，我是开个老干。哎，你为什么打6金？我大爷门上来了，半夜3干，半夜3斤，半夜3干，那么2个半夜1夜嘛是6干。买不叫，这不是拍龙魂的字。半夜3斤，半夜3斤，说你啊，我要用最流的，不用最流的外弄不清爽，你看不到是6干。王忙的，半夜3斤，一夜总15斤，没有6斤。但偏偏不够。我们顺方向你家一直关着，吃到你子啊，来灯笼后头才有吃区的，吃区就是便宜，不过吃区人当时难啊。现在去你光比把那个出来开始拉的，那么你他有句我不知道懂不懂？叫上周叫不打南京不打欧电梯，懂啊？我懂啊，不懂啊？有这句话可非要我的听继续。这还吕八文先生有个风俗，南京不能去看干，看干江山也东家不太平的，有这句话。有的。哎，那么你他呀，你也晓得。天下世界啥子一干那个江山呢，也动了。那个对面的江山在个大那里，东方不好，西方不好啊。哎，那所以呢，南京3开一干呢，你给他上去，那你打他。哦。你俺听见我上面一天了，别看了路边上关。可是一切应到南京的里呀，哎，你上去是看了干的。南京不打5金钱，这句说话是天下闻名。那么简单的你看呀，你上去看老干里的老国人都晓得。外国人都晓得了。哎，那么我们中国人在屋里不懂。这马云看到这个但是讲你不够，你这个王八这个嘴厉害啊，叽呱，我讲你不过，我到船上去回我们大人，有没有这句话？你去问孩子们，你不要是问到同人，你就是个皇帝们，我还是这样想。
好，我去问。根本你谁本还是一个大小路要欢喜吃小屋，难怪这样是你们皇帝个梁上。沈方最初一个年龄，像来了七八子米沙都当个半夜天，心活动就没得不困的，感谢了那活流里，所以硬得来，弄皇帝个梁上。告诉你一个批的要进奔到中仓里老怪九龙山北讲，回大人，并且在那边烫人。为是金夫大胆，你这个头名干副杀个有个丁安里大了，怎样大胆，可还要骂人，你也勒杀他来一斤两三。假如是个他和他人心事，骂人不是骂你，日内毫无感。当然，这个王八蛋打6斤天，我问他你为什么打6斤天？他说南京不打5斤天，天下闻名；常州打6斤天，那个外国人都晓得。当然，这个王八这个权力还叽呱叽呱，我讲他不过，我看把他送到衙门里重办，请他吃官司去吧。沈君卿一听没口上这个干副司顺方的，因为我们始终了，刚才我们是这样，来听听哎呀还不像，这和你的马虎人啊写的，结果哪个人不能帮呢？一斤轻，一斤让他唱。现在见风雨不当心，楼壁上一层，损得了什么大事？与他生死冤家，万不与我发出去，上。就是刚才退伍那个辰光心里还郁，在身边听妈妈那副外病，我也外病，那个饭我还吃了。我看陆干部做也是我错。足够怕不错，他刚时间在海上抗癌里，几乎上头了，那抗癌里。沈平清看见你那抗癌里面像我一直努力让吃的，那么我本来让本体量也口口干发是生发，不是生发，海里去门口。喂呀，听见走来没的高兴，总人到底帮我的，那也是要干发。当然我还在，我是天风。哪里生日？当然，我去问。你听见同人拉门干副少然后你们想哪要上干副枪，不对面门里上去。这丈夫个干副走去困个的，我一天也不离跑步的，一口牛毛怪没起，几个一起，砰，噔跳过来一口嘛，喷到沟里边，这是而已。哎，听话。哦，你看呀，小爷子呢？哎，那李大六今天现在我们大人闹得不得了。哦，请上房宝去看那个脑袋。小爷爷说的。你看呀，我一个头发狗怪也没你这样一个的嘞。滚他妈的蛋！现在我们大人问你，哪里人？我问我上哪我人？你看呀，我上哪我人嘛，你晓得怪。你哪里人？我怎么晓得？你眼对了是。摇头路汉，苏州人。哎。你刚刚听书记进去。就是书记人家忙起这个头面也绿路和霹雳啊，你上当。回大人，这个金夫是苏州人。沈平听想我问你都在地方台，我是吕书记。上去哪一门？神外还是神外？我去问。这头面的家境马真好，第二天的磨得闷啥子？再给他一口带牛碰的啦！哎，听话。你看呀，哎那，你苏州人。哎，现在我们大人问你，你这个苏州是哪一门？仓门。还是大仓门还是小仓门？不对，只有一个仓门。这种话只有一个仓门。城外还是城外？城外。什么小地名？东安。什么？东敖啊？东安。王八蛋！是。我们大人住在本敖，你的这个小人也好住在本敖，不能住。我不是孩子，我不是孩子。快点办！我不，快点办！我不了呀。搬到哪里？不是给他长出来这样，不是给他长。现在你搬到常州来的。哎，不能住啊！不是。沈方是这样不得夸，不得买嘛，也吃啥味？回大人，这个金夫他是苏州仓门。哦，大人。
这个苏州只有一个闸门，没有大闸门、小闸门。这自家讲都当我还是讲的。神对欢喜神外，这个闸门城外小地名叫奔敖。我说我们大人住在奔敖，你怎么一对这个小人也还住在奔敖？那么金福他说他现在搬了，他现在搬到抢州来着。并且代理茫茫，那个人家满门真的喊你，石岗头的不安，弄一口子死了，那么我也要喊。不是金福信什么？我去问啊。那么那像个中年嘛，或者是你军情而来日，那还是跟不为。这人过人在有个人的脾气，有一个人讲闲话呼吸一口口，有一种人呼吸慢慢讲，抽一句，我补一句。那么来到那不必再听听口，还有话题呢，实在不得那么来听。我这金佛信什么？为于接什么哩？你接什么的几字母，这样来不及来得及。沈君卿想来奔东娘来东奔娘，说配在第二日人奔不啊奔不动，这两步路没走。哎呀操！说你要你发办法干父母是今天我要死，你奔不动。金发，哎，我又来了。哦，你来娘。现在我们大人又要问你了。为什么？你是苏州人，哎，苏州昌门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。现在你姓什么？你讲出来。哦，你得懂你问我姓啥？哎呀，不知你得懂你问我自家姓呢，还是公家姓呢，还是东家的姓？也是一块子。快起得了，弄出3个姓。这不晓得懂人家们落这个姓，再去奔他一打。哎，王八蛋，你有几个姓？你统统讲出来。啊，你看呀，我自家嘛姓方。讲得慢一点。啊，你自己姓方。还有呢？东方嘛姓陆。慢点。东方姓陆。东家的姓嘛。你主人姓什么？那不是还姓的哦。姓什么？那发姓嘛还有的。姓什么？然后东家姓嘛，那跟着同人一样的，还是姓沈的。那发姓还有的。你主人姓跟我们大人一样，也姓沈。哎，发姓吴个，发姓吴。这个姓道不要紧。姓道也是不要紧的啊。那还要紧，那还要紧，你是咋不晓得？要看那俺不对，你要紧，马上就要紧。你自己没姓热。方。东方姓戚。陆。你中国台湾一对对那是。这个屁的要紧，本带走了。回大人。金福他有3个姓，有的可起3个姓，哪里3个？这个他自己姓方，这个姑方姓陆，他主人的姓嘛，可就定定要紧，是还有东家的。东神姓什么？大人，他主人这个王八蛋也姓沈，也是一块是王八的。沈君卿一听嘛。实力是盛方，你自家是姓方，麻烦你身家里来，以东家所恩德，努力的姓嘛作为名字，拼命供盛方2个字。孤娃们一定给他上去，或者这么个孤娃养你，为不是孤娃娘。看上去我里白出自己，哪得来给他做干父？留下来非要离气门，却真是自家懂了。别给我哭一声，我最奸夫叫什么？分不懂，当然我看你这个名字还是不要问吧。难组织啊，你还有分不懂的讲的。一领家分难炸，被他起慢慢说法。我有来在。哦，你来呀，来么子上？现在我们大人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王八蛋，你有几个名字？你统统讲出来。你看呀，我名字只有2个。姓道3个，名字有2个。别人好他中了。你哪个人关进了瞎子的？本人搞一个新名字也2、3个，这个10块3个新名字，不就是我哪吃这些？2个，哪里2个？那一个叫沈方。沈方是2个姓嘛？你聪明的。还有？还有一个叫陆方悠悠。
叫六方游园，倒像个外国人啊。啊，你叫六方游园，那么人家的名字3个来，你怎么2个来4个来？你本人家3个来嘛是上山，我2个来4个来嘛是24，中国中国6天没拉个。啊，名字里向你还有跑去了，还要24的。啊，我公想个名字得好记，沈方嘛2个姓，6方游。我记好一句，我一个人在那外头做人顶顶要紧叫4方游。这个石牌嘛特别大的高2方6方。回大人，金父有2个名字，哪里2个？一个名字叫沈方，对了，外语还有个名字，你晚上做收入的6方游园。沈君卿一听嘛，10对子，大字上来啊！将金父带到手上，杀！哦呦，听这个头名照相的了。再听沈方吃3话，我用将他难为杀。梁上招嘛，沈方半条命，不管这是西他讲。刚才他还在外头去放个空气，是刚分马背同人，现在同人听上方白记要升干副、杀干副，插大个来。他的读书让你他要发一张要进去来。不是高的讲卫生，你他要不讲龙不多个同人，你个同人的气量是干副要去寻找个干副，那么干副有时候他们用不到上方白记。那我到去到山里去找也用上方白记。在中场里向看见沈君卿到让你们干水晶，让你补他一波米，在此上向后面吃饮，他在牛泡中给他关闭3杯老虎，到是一个个干副得到飞升，像周期不在俺比当。哦，你看呀，你也来着？我又来着。那我也没地啥子啊？我去和你为衙门的，我本不懂的。现在大人不要问你，传人家大人。你看呀，你非留着喂，现在问你到同你真巧还困对了，我马回去困着一会儿了，我带你这位吧。见大人。一看分量高，我是啥？最看老干这批的讲的，批评运动人拿批得动的，我大多数了我的名为语，大抵是读三的。一看嘛，网上地上一个三的个，哎呀，我这边那不去干，我这边那不去干。你不在俺别当不去还要去，告诉你去给他去努力准备了，打一步。你不是阿里你讲你走进的，地上水你们分2步。我刚扶领那水噔奔过来，到骨肉不必么讲，因为我骨肉压力向我天被吹脱了。惊人气节，那么港配的全身功夫，几个一起么破，现在是哪拿来？一个人来破出不来。我刚才让我来努力社会上去，你这样趁杭州当你铺盖用的，港配跳到手对了吗？见大人。沈方聪明。你想我不是先一个干副，现在来成运动人的官员了，连做自己都不懂，根本哪里还是玲珑的白进去吧？不晓得手头带手上有几斤武器，来从下头背上来是容易，现在顶从上头背下去嘛，哎呀太一个不当心的女伴翻身的，沈方稍微背的男子一点点嘛。魔公下我的手手脚在正的屁股上干一下。哦，不做心你听不见，我让那弄的不给我们妻子都是居然说你去的，这种就叫马有人。你我让弄的不给我们妻子，那弄的不给我们是。沈方一拉路了老百进去，北到中场，看见旁边居上行无对手，晓得个对你他要了3杯，那么里面3杯。北到二模样看见前头上书架不出来，晓得不能背着，那么同人说了，那买了3杯，背到同人身上去了。所以沈方第一代这个头嘛，妹头，丫头，当得里神门东里刚不进个同人那上头，我细想，一点点，一咪咪，
现得来比刚才之为三个三人妻子，妹妹头、爷爷头同人那里看头在。沈君卿非要口里面孔谁晓得沈方？我个同儿讲哎，我呼吸着啊，来听听口音，哎呀，还不行了。我们同得来什么弄的讲不进，写么写的比刚才之为写，但还忘记这只王英一写出来的，哈哈。啥写我？当到地上你来估计我来着的。清风抬起头来，三年有才，不敢抬头。到底你屋里向出去的人懂规矩，不能马上抬头，为你抬头，不抬头，不敢改，是内否头哎，不敢改。再还两三么的也抬头，隔壁个魔宫的头上的样子样子。带你看看实拍啊，不过也不请你吃啥个戏，今天靠自己啥呢？那么你一样硬当子，到江湖北域不得海里去个大毛头，到江湖的北京嘛，一岁，也像沈方吃得下，不能举当进门的兄听，听兄是好的，到让把这大毛头来听来才等呀，两只手拿这个耳朵打抓了，第一不是我只讲打牌的，王八蛋。我们大人叫你抬头，你就抬头烫一杯。沈方头汤盖起来。沈君卿当作金人在我的一口嘛。啊？那是沈方。那是谁呀？我是啊。谁呀？谁呀？魔公一口，也是一块龙人龙猪龙子要替龙子动个盘鱼上来怎么样？啥个盘鱼里都吃不要，吃不香我们就要用归为生。那么你没吃，我啥？谁也不懂有吧？那你看呀，我也没变魔，我也没这个两个世界。你不要没尝到的，哎，你不要没尝到的，哎，你妈，你当然没归正魔。我讲你妈。哦，他魔长。那你妈。沈方对你的这个你他要送去，一定都写过来的。所以我来我讲的嘛，你也对我忠心中。现在你归正我嘛，我落得我。你他养本来不过分我的，你归正我的。我叫你妈。怎么我魔长？你妈。那是沈方自来是个白头人魔，哎，温家的、石家的、顾家的，我舅舅都讲到都两个分。哎呦。这一不通的了，魔宫的头经常为他说，啥道理？这可讲的都两个分得了那种，你不要听啊！你不要听啊！你或者想骂的想，明天我请你吃点心不要听啊！魔宫就这样，我就来在家户口口，人家请来吃点心，我必须的给来魔宫请来吃点心。你想我在流浪关这三个兄弟，今朝一二天有星期也困难，跟体谅吧。等到天亮嘛，如果丈夫打个一球头，说了狗地板里嘛，还是你马上就要开除，你在也唱过的，一到吃的手上在三家的时候，现在我叫他妈了，好。那么沈方么？这个沈方女情侣呀，你镜头人骨肉嘛，一个声音放在低低，那么两万的，你稍微想的，或者没要吃啥么？你哪来去？所以在中场里像个沈君卿本来不至于啥个干什么哭了魔，后来呢魔公一边没你弄是他心思多开，但要留心听听还有干事，一听他分开说，哩比婆，哎，都明讲的，是这个事，实际的。这那年这样哭嘛，那真家不应该哭，你不够哭。心我那里给他哭了，啥个道理有心在他哭，而且听听的声音，有点少，好的，听起来的，刚刚把你刚夫妻进去，金夫在哪？我金夫在哪？我去看他。好，你去看。现在你他要违反了的，差不多的部长要拍沈君卿马屁，谁要拍我马屁？
有种有他要见我来兄那个之后，我做皇帝夫家也见我娘舅的了。到手地上几家一起，砰！跳到牛上一块么干夫往外面去，又在灯笼里，当当当当奔过来，惊动的真好。但是，顺风一下得了。哦，你他呀，这算完了，我连本来还吃了喂，啥子呀？王八蛋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没来开岗喂。大金，哎，你大金就大金，你为什么哭还要骂人？哎呀，我哭嘛，我有我心意。我骂你也不是骂你，我骂强大呀。哼，你还要骂你王八蛋？我的喂，你晓得我们大人摇摇摆摆，永贵回书。你这个王八蛋故意不故意骂你是藐视大人，称赞大人，对大人不利，毁了我们大人请上房宝剑开那个脑袋。哎，我不骂的，我不骂的喂，不许骂啊！不许哭！哎，不哭。刚才不走来，想塞得肚皮也痛。那这头面我哪不能想出来？南方圣女，你晓得你同人摇摇摆摆用怪我说那有心哭有心骂，那个是出你同人美女了。你同人就是我讲的，我现在想我人什么讲不讲几个，还是讲都想的这个种闲话。你还聪明人来看，这个几乎离过一去如果不打板了。我想我在大路上想讲不同人听那个同人哈哈就要呼吸，实拍也要洗发上一码同人嘛，你还要呼吸。到时候他们拿到为山高的去商量，加上你已经看不起山高了，你不讲都进来我聪明。达到中仓里的沈君卿那上心子，那亲弟呢，这个那种妹的妹啥嘛无知识，你懂这个地方你也叫讲，不叫讲，那是基于这时代里讲，坏大人后果不厉害。一口日子里，就是这种怪的，大事好事。你们是沈方，我们沈君卿，我们是种子菠菜，是当行路了。实际上，大夫是浩荡荡在上水待过一样，关心事体，这种光交通发的，为啥两代路一代付费，一代到收据了，接得来，不忙再点最细。不牛都有，吃他鸭尾巴受了中仓里向，在那伤心是气发心。不晓得你那伤心上，这还遥遥相对，我浪下有一个干父还在那伤心。干父上你们是一个幸福始终在沈方做人，把那老太太欲望的主仆通奸。要当场你们得出来，流落那的子弟上去做干部，今天嘛，特例来这两个实际上不如，科技不如，一门给大个泥他样嘛，这还个同人收据人姓沈，你想到是把谁样？你说我里想当沈君卿戏人，几个上岗历代有法是与人俱备，不晓得。第二次这个新节目一大开干了一大火，那么上去嘛出眼里呀，想三亚是的苦啊，想到俺我样一个人的年岁要多富贵，三缸水在海里磨的，谁是讲的不好？嘿，温讲的、浙江的、贵讲的，学生都讲的都两个分哎。哩比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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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啪！模式上讲的，沈君卿是那上心是分天间，两下的头仓里的有4个泥他要分开，这个4高的才是讲得出去。原来7家归正跟沈君卿，啥地方困门里都让他当收据进去，但是沈方大里都讲的。书记呢，还喝不香，还喝不香。这个木工有点讲的，听得来津津有味。现在听见木讲那么多心，书记就是告诉了。兄弟，大哥，听见没有？我听见。
我听见他打自己骂资深强盗。有人在骂强盗？对呀、他骂自己我们大家4个人有份。在公宾馆一人一句，什么人在骂？不晓。回大人啊，回你一下闲话才忘记他今天啥子样子。那么呢不能逼个那不是你在体谅逼不出也让你想。哦，回大人，岸上的金夫大胆。哎，所以最近带你看看那个头名有关哪能个东哎，这他对鬼啊天门在体谅日也开始去寻找个干夫真呀大胆，这个王八蛋哭还要骂人，他和他与非是骂人不是骂你。当然这个王八蛋骂强盗。哦，那时候都过老家的知道那个杀了的对的这子身份历史二太一样，可以不必周心。这个王八蛋晓得你大人摇摇摆摆荣归回数，他故意可故意嘛，就是藐视你大人，深得你大人，对大人不利。大人，我看你把这个王八蛋送到衙门里重办，请他吃官司去吧。这是第一天人家吃官司，那个人家在拍什么一样，那种事情我不人家为好，根本就讲了，亲自送办，万不与我判出去怎么样？把磨皮泡在山外胡子地，弄在这家浪去的，再来滚出去没里不进，这两步路通的怎么出来的？外公一看我，把外公出来的，大哥你出来了。不出来到死在里边啊！你这个都很像我，你回来大人怎么说啊？大人说他和他有心事，骂人不是骂你。大人他叫我滚出来的。你来这个，滚出来是出来。发现这个八公逼子母公儿还要办，而且办得来最为。哎呀，大哥啊，我看你不得了。你没有看到我们大人他下了船，每天在哭，倒是没有一个人陪他哭。现在金父在哭，我们大人在听呢。怎么金父喜欢哭，我也喜欢哭，合了我们大人的意了。我哭，听到是相当在。现在你叫金父不要哭，我们大人在听呢。怎么金父不哭了？是哪一个王八蛋叫他不要哭的？一问就是你大哥，卷铺盖混蛋。你在余地的你像你同人时你只要哭。其实沈君卿或者让亲戚高兴。你丈夫刚才屋里想出大事体，我们500个人办理哭。那么现在听听干夫说我们要担负上人家的越国人哦，等我大同人不对嘛，也就不该滚台，要死话的。那么现在这个金夫哭不哭呢？听听看，听听看。哩比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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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方不够哭的，可是也就不该滚台，他不哭了。哎，该死！我去叫他哭。对，你去叫他哭。与理想的什么例外再人多了。魔功到手里让几家一起砰跳到让我背里当走过来，到丈夫背里，哎是。你看要做啥？你本来还是还接的。王八蛋！你连哭带骂，我回了我们大人请上房帮家也开那个脑袋。是，他们有人了。后来啊，有人了哈。后来我跟你求了，我那当举在。我说大人你是大人，这个金父是小人，大人不度小人之过，你马马虎虎吧。这不懂你难事呢？懂你难事。现在我们大人听我的说话不杀你了。听你说。我们大人他见无怕的。我今天不敢。你他也金在营区的呢，否则我的命啊不得。那你放心啊，我随便那不我噻。可是我也就不该做。金花，我们大人不要你哭，我二胎也当让你哭。你是个臭味，我哭了那动女又要弄我杀了我。我跟你求啊。动女跟他们来当我去。他们说啥来开手这2辈子，我说我不哭啊，不哭。金花，你哭呢？我不哭啊。哎呀，你妈呢？你哭呢？我不哭我了啊。哎呀，金花，我没哭，我没都把你出来的。哎呀，你哭呢啊？我随便那不我的。你不哭啊？
哎呀，你哭啊！哎呀，我哭了半时了，你听了我那可能眼里还是了哭了。啊，那个中哭你都能听得见的，对吧？我不要你这样哭，你要跟刚才一样，你要汪郎的哭。我那样我汪郎哭。哎，那么你看呀，哭是不过个的糊涂呢。哦，那样我汪郎哭是我背也没懂。啊，你白要骂的，哎，你白要骂的，哎。